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優質鋁窗嘅 Jason 啦。咁今日嚟到小西灣富景花園啊，33年樓齡，單位日久失修，防漏失效，同埋全部窗嘅配件都有問題啊。隔離鄰舍客戶介紹，揾我哋優質鋁窗驗窗員同業主制定解決方案後，全屋更換配件同做防漏工程。首先，優質師傅會拆晒全屋嘅窗同配件，全部升級更換 LK304 不鏽鋼嘅窗膠、鎖片、防水隔音膠邊同埋手掣。到最後防漏工程環節啦，今次單位33年嚟冇理過防漏膠啊，已經石化斷裂，導致漏水問題，影響牆身，所以優質師傅會剷走舊有嘅結構膠啦，再支上韓國791高密度嘅結構膠，再大範圍搽上防漏膜，防止雨水再由窗邊入屋啊。最後上翻晒啲窗，全屋更換配件同做防漏工程就已經完成啦。如果你有漏水、配件老化、驗窗、整窗、換新窗，即刻聯絡我哋優質鋁窗啦，66619928，港九新界為你服務。